刚刚才在还我土地，然后生日快乐，你们很复杂吗？还好，心里可以调试吧。理想跟生活的平衡，就是这样。还我土地之余，还要过生日。那很开心大家今天来听我唱歌，虽然拉里拉杂讲太多，那今天可能有点耽误到大家的时间了。已经9点多了哦，没有捷运嘛，有走路的哦，8点了，也不用捷运啦，运动啦，减肥啦，做环保啦，好不好？多做运动，去哪里？受风哦，走路啦。有出受风的吗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这个玉里呢？真哇！我再讲一个更远的，富里，封冰的有没有？真的假的？封冰，海岸线最晚一班7点56分的嘞，没有啦，怎么办？你要去哪里？好，那希望有机会还有机会跟大家唱唱歌、聊天这样，然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网络上联署哦，就联署保护东海岸哦，然后顺便在我的粉丝页按赞好不好？现在还我土地的人数已经超过我的粉丝人数了，可见还我土地比较红。帮忙靠大家，就是我有希望我可以有一点点影响力，然后有一些话可以让更多人听到。最后一首歌，我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唱，是改编我们都兰部落的一个传统的歌谣的。阿美族有一个很特殊的唱歌方式，就是有个人当领唱，其他人就当答唱。答唱的只要反复的同样的一句，就会给领唱者力量，领唱者就会有很多不一样的那个旋律的变化。很啰嗦，然后又要反复调，好奇怪的演唱会哦。他们可爱的小捣蛋。好，小洞来当答唱，你们跟他唱一样的就好，当领唱。啊呜哎呀那咿呀哦嗨呀，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嗨耶呀哦耶呀，哦嗨呀咿呀哦嗨呀。很简单哦，哦嗨呀咿呀哦嗨呀。8个字哦，里面也有3个字一模一样哦，没有办法，是最简单的了哦，加油啊！谁？快！加油啊，孩子们！来练习。啊呜哎呀那咿呀哦嗨呀，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嗨耶呀哦咿。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啊呜哎呀那咿呀哦嗨呀，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嗨耶呀哦咿哟咿哟嗨呀，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都要唱好不好？都要唱哦。不要放弃自己了。谁呢？来，好，最后一首歌。来点掌声吧！Oh
们怎么不坚持呢？我还在享受当中呢。好啦好啦。我的肝很硬，但是心很软。还要听哦？要。真的是孩子气耶！听完了我家啊。那个如果爸爸妈妈在场的时候，那边有卖九九的玩具哦，好不好？九九的玩具就是有周边商品哦。我还没有我已经有具备偶像的条件了。我才刚发唱片第1张，我就有周边商品了。那只是期待一个机会可以爆红。但爆红也没干嘛啦，我就是希望可以想说有机会去小巨蛋开演唱会。话讲太早了，先从我家开始。都兰最大的鸡蛋都了国中。那我觉得唱母语歌，你们可以就是这么的一直坐在这里听我唱完，也没有字幕帮忙翻译，真的很感谢你们的包容，要爱你们的仇敌。那我唱一首中文歌回馈给你们好了。这也是我国中时候的偶像，郭富城。太喜欢你们了，所以要带这首《对你爱护我》。你刚才终于当我的小恶魔天使，天使要跳舞啊！还是要 hold 住那个生理期的气质方面，我们带这个有气质的。